2026年6月尾，香港中環交易所嗰個熟悉嘅鑼聲又響起。今年上半年，港交所在一個好耐冇試過嘅位置，全球 IPO 集資排名第2，集資總額210億美元，即係大約1650億港元左右嘅資金，喺半年之內湧入香港股市，按年計升幅接近1倍。但呢個第2唔係靠吹出嚟嘅，第一嗰位俾咗紐約納斯達克。納指靠嘅係 SpaceX 呢類超大型上市，一線就攞晒全世界目光。香港靠嘅係一批又一批嘅內地龍頭企業，接連不斷咁嚟。呢條片就係想拆解香港點樣由幾年前嘅低迷期走到今日呢個位置。先睇實際數字，2026年上半年，香港交易所 IPO 集資額210.2億美元，對比返2025年同期嗰陣淨係109.4億美元左右，即係按年升幅92%，接近翻倍。新上市公司數量方面，今年上半年有87間公司喺香港掛牌，去年同期得44間左右，今年升幅900%，即係新股數量都接近翻咗1倍。呢兩組數字擺埋一齊睇，講緊嘅唔止係多咗幾單大生意，而係成個市場活躍度短短1年之內大爆發。要知道，2024年上半年香港 IPO 市場仲喺低谷，全年集資額都未去到今日呢個水平嘅一半。由低谷到全球第2，香港用咗大約2年。攤開全球排行榜睇，第1納斯達克，第2香港交易所，第3紐約證券交易所。上海證交所排第4，深圳排第6，北京排第8。納指今年最大嘅助力係 SpaceX 呢類科技巨頭嘅超大型上市，單一項目已經足以拉高成個排名。香港嘅打法完全唔同，唔係靠一單超級巨無霸，而係靠一批又一批嘅內地行業龍頭接連嚟港上市。半導體、電池、醫藥、消費品唔同行業嘅龍頭企業一齊揀香港做落腳點。呢種多點開花嘅模式同納指嘅單點爆發係兩種完全唔同嘅集資王打法。更值得留意嘅係，上海、深圳、北京3個內地交易所加埋喺全球排名都跌出頭3名之外，即係話內地企業想喺資本市場攞到最大嘅國際關注度，越嚟越揀香港，而唔係留喺內地上市。呢個轉向本身就係一個值得記住嘅信號。今年上半年，香港最大嘅4單 IPO 加埋已經佔成個市場集資總額接近70%。排第1嘅係電池巨頭寧德時代，單一項目集資超過400億港元，成為今年全球集資額最大嘅 IPO。寧德時代由遞交上市申請到正式獲批，用咗唔足1個月，創咗內地企業赴港上市嘅最快紀錄。跟住排落嚟係恒瑞醫藥、海天味業、三巴智控，分別嚟自醫藥、調味品、精密製造行業。呢批巨頭有個共通點，佢哋本身已經喺股上市，今次係嚟香港做第2上市，業界叫 A+H 模式。今年上半年做 A+H 兩地上市嘅企業有24間，集資額埋單超過1200億港元。24間公司數量唔夠30%，但集資額卻佔成個市場接近60%。換句話講，撐起香港今年呢個排名嘅，主要係一批 A 股回流嘅巨頭。仲有一個特點，今年最大嘅10單 IPO 入面，有8單都嚟自算力產業鏈、晶片設計、半導體設備、伺服器製造。即係話，全球 AI 熱潮唔止推動咗美股，仲直接推動咗香港 IPO 市場嘅結構。
仲有一個細節反映緊件事去到幾快。精密製造股藍思科技由遞交申請到正式掛牌，前後只用咗100日。100日喺以前嘅上市節奏嚟講，係難以想象嘅速度。排隊嘅仲有好多，立訊精密、石頭科技、牧原股份、晶奧科技，一批又一批股龍頭都喺醞釀緊嚟港嘅計劃。呢場集資盛宴唔止公司受惠，投行之間嘅競爭都白熱化。今年上半年，全球10大承銷商入面，外資投行重返陸籍，摩根大通、美林、摩根士丹利、高盛、花旗、瑞銀。對比2024年，外資投行喺10大入面得3席，今年幾乎翻倍。中資投行方面，中信建投、中金、華泰、中信里昂繼續佔剩低嘅4席，但競爭激烈到咩程度？今年頭10大 IPO 項目平均承銷費率淨係1.16%，寧德時代嗰單承銷費率低到0.2%，投行寧願賺少啲，都要爭呢批指標性項目，搶份額比賺手續費更重要。咁點解香港會由幾年前嘅低迷逆轉到今日呢個局面？第一個原因，美聯儲減息週期，減息降低咗企業借貸成本，同時刺激市場對新股嘅估值胃口。第二個原因，正正就係剛剛講嘅 A+H 回流潮。2024年申請嚟香港做第2上市嘅 A 股公司得3間，2025年升到19間，今年上半年已經有24間，超越咗去年全年。第三個原因，港交所自己嘅制度改革。2026年3月，港交所刊發諮詢文件，以放寬同股不同權嘅上市門檻，擴大保密申請範圍，仲便利海外發行人第2上市。呢批改革加埋原本已經有嘅無收入生物科技公司 SPAC 特專科技公司上市機制，等於幫唔同類型企業都拉闊咗嚟港上市嘅門。生物科技公司唔使有盈利都可以上市，特專科技公司未有商業化都得，加埋 SPAC 呢種先上市後併購嘅學股機制，4條唔同嘅門，俾4類唔同階段嘅企業行。制度越拉闊，可以嚟嘅企業種類就越多，呢個先係真正嘅結構性轉變，唔只係一時嘅資金熱潮。第四個原因，資金面，南向資金持續加碼。2025年全年，南向資金淨流入超過1.4萬億港元，創歷史新高。2026年以嚟，累計流入已經再超1500億港元。資金、政策、企業回流3條線同時發力，先撐起呢個逆轉局面。但呢個故事唔係一面倒風光。今年上半年，新股首日平均回報率高達61%，破發比例淨係12%，係近5年新低。表面睇數字靚，但拆開嚟睇，分化好明顯。截至6月尾，只有8隻新股首日破發，但上市之後，陸續有17隻次新股跌穿發行價，累計破發數量已經去到25隻。入到7月，賺錢效應開始收窄。7月初一個星期，13隻新股平均暗盤升幅淨係10.47%，暗盤破發率飆升到53.85%，遠高過上半年12%嘅首日破發率。有財經媒體形容呢個現象做割裂的港股 IPO， 資金集中湧向 AI 算力概念股、非科技類新股，認購反應就冷清好多。即係話，集資黃光環底下，流動性分佈其實好唔平均。資金追住 AI 概念走，芯片設計、半導體設備、伺服器製造嗰批新股，認購倍數動輒去到幾百倍。但同期一批傳統行業嘅新股，招股期認購反應冷清，
掛牌之後好快就見紅。一個市場入面同時存在住排隊搶飛同罰人問津兩種截然不同嘅景象。咁下半年會點？市場睇法都幾正面。高盛預測香港2026年全年 IPO 集資額可以去到約600億美元。高盛行政總裁蘇德巍 David Solomon 公開表示睇好中國前景，預期香港 IPO 市場今年會持續向好。普華永道 PwC 就預測全年集資額有望上調到3800億港元，估計會有約150間企業成功掛牌。截至6月尾，港交所處理緊嘅上市申請有534宗，即係話後面仲有大批公司排緊隊。納指嘅第一靠嘅係一次性嘅巨型爆發，香港嘅第二靠嘅係持續密集嘅企業回流潮。呢個第二究竟係短暫嘅資金盛宴，定係香港重新確立自己金融中心地位嘅開端？答案可能要睇下半年嗰批排緊隊嘅534間公司，最後有幾多間真係掛得成牌。